喂，掂喎！喺十里岩灘呢度，而家30個就可以攞到一套1100尺嘅海景單位，仲包括埋個6米長嘅大露台啊，一線嘅海景。呢一套單位係二手盤嚟嘅，但係業主基本上冇使用過痕跡嘅。啱啱我哋喺露台部分啦，露台嘅闊度都係接近6米嘅長度。嚟到呢個客廳部分，餐客一體3米幾嘅闊度，成個空間感非常之 very good 啦。OK， 我哋嚟到門口呢個位置，見到咧個廚房位置裏邊可以望山景，成個廚房目測內使用過，基本上係零嘅。嗱，大家都知道啦，十里岩灘呢一度港人係非常之中意嘅。點解咧？因為佢交通非常之方便。呢一度係屬於維港灣，佢落樓就有巴士直通去蓮塘口岸啦，同埋各大口岸嘅。每一日都有非常多嘅班次，包括埋周邊嘅生活配套啦，非常之完善。菜肉市場啦、生鮮超市啦，包括埋日常嘅嗰啲超市，都係完全有各種嘅美食都有。我哋而家入下休息區部分睇下。好，嚟到休息區部分啦，首先見到嘅公共洗手間啦，乾濕分離，全部都好乾淨企理，包括埋呢間房，做 BB 房啊，同乜嘢都 OK 嘅。另外一邊呢間房咧，就係出翻去大露台嘅位置，成個向南嘅方向嚟嘅，所以佢個通風啊、採光都非常之 OK。主人房位置係套間，佢有埋個洗手間位置噶啦，包括埋呢個窗望出去啊，都係一線嘅海景單位。成套單位你只需要攞住30個就可以上車呢一套單位，你話掂唔掂？有冇興趣？有興趣嘅話 ，follow Vicky 我啦。最緊要乜嘢啊？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埋 channel。拜拜。深圳惠州筍盤日日 update，like 同埋 subscribe 埋 channel，一齊了解更多筍盤啦。